我们可以眼睛闭起来，用一个祷告、赞美的心来领受乐团。早晨的声音，仰望天空的白云，倾听天父的声音，回应主我在这里。早晨的声音，仰望天空的白云，倾听天父的声音，回应主我在这里。起来，我要赞美，一起来赞美，欢乐是我赞美，孤单是我赞美，主你是我一生所求，求你来触摸我的心，成为我生命的唯一，医治恩典永不止息，医治恩典，医治恩典永不。从头我们要一起来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胸前，领受神的声音。早晨的声音，仰望天空的白云，倾听天父的声音，回应哈利路亚，主我在这里，是哈利路亚。早晨我要赞美，我们可以举起我们的赞美的双手。神啊，我们站在这里赞美你，主你是我一生，主是你一生的所求吗？你渴慕他来触摸你的心吗？让他来成为你生命的唯一帮助。片刻的时间，让我们在这里静默，再一次让神用他的灵充满你。再一次回顾这首诗歌的时候，
让你心里面所有的忧闷都交给神，你所有渴望的事都交给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必垂听跟你应许。主，你是我一生所求，求你来触摸我的心，成为我生命的唯一，医治恩典永不止息，医治恩典永不止息。我要高举，我要高举，我要高举双手，让生命充满我。你要确定生命是在你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！赞美无止境。我要高举双手，让生命充满我。享受在他的里面。我要大声地哈利路亚！唱，让赞美无止境。我们继续享受圣灵充满。我要高举双手，让生命充满我。我要圣灵，你是圣洁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让生命充满我。我要大声地唱，让赞美无止境。主，你是我一生所求。主，你是我一生所求。是，求你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来触摸我的心，我要让你看见我。成为我生命的唯一，医治恩典永不止息，医治恩典永不止息，医治恩典，医治恩典永不止息，医治恩典，医治恩典永不止息。圣灵在这个当中，我们的弟兄姐妹将他们的身体、他们的疾病交托出来，你必垂听。我们这样赞美你，谢谢主，你必带下医治的恩膏，圣灵的恩膏。